看回来了。回来了哈。好，我们要开始上课喽。好好，联美的，好，绍兴那个还是联美，你来念。还还绍兴，你说好，有妈妈你记人啊，努马过几马药。对，你那老师，我还你请问你，那个那个假如是很像你第一个句型那个马沙凳跟下面的马沙凳，它多两个都是妈的话，嘿嘿，那它还有一种解释，是不是 CA 的原理？嗯，你再讲一次，什么 CA 的原理？因为下面是乌妈妈沙凳努马固固大都更嘛，上嗨，面那个句型的一，它只有一个妈，我们下面是两个妈妈沙嗯凳，有没有？嗯，那对，那两个妈妈沙凳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会有ini 两个妈妈？ini被动未来式。哦，马来西亚给你干巴嘿，那个好，是被再一个还被动未来还式，那可不可以还 讲说它是 CA 的原理？CA 的原理，CA 的原理，对。我们南国来西安说不好意思，我才疏学浅，然不要啦，老师后你这个，不要这么样讲，因为我有看书啦。因为书是嗯哼，两个一样，两个一样，像长嗯，大还是妈妈，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也自己没有清楚啦，所以请问老那个师，我淑珍老师 CA 就是重复子音加 A 的意思了。哦，CA，哦，我想说，对对对，依家要你们烧香那个，好，有点状况外，好，CA，好，你是子音加那个母音，对我刚刚有讲过，就是把它的那个什么，等于第一个重叠嘛？子音，嗨，重叠词都记了好，他把他的那个，等一下哈，我把它退回去，因为我的画面好。伊利安、尼拉，好，这一个，再重复，再加一个 A，妈妈闪来多，好，嗯，还马当麦的跟他说的时候呢，好，还好，谢谢老好，师。阿来，好了，嗨，阿来，好，好，再来，我们就要进行到够持久，好，够持久的就很简单了，好，够持久，我们来看到前缀是马拉，好，然后加上名词字根，好，它就可以构成互相或是彼此的表现，哈，也可以讲说是变成、成为或演变的一个表现，哈。好，马拉在名词之前可以构成名词，然后表示成该名词所表示的人事物，好，马扎多马阿拉外达印尼句型，哈。马拉威上嘎密，好，就可以成为结尾朋友，我们结尾朋友，好，马拉威上嘎密，我们结尾朋友，好，那这个句型就比较简单了哈。那我们一样用上述的例句，然后练习造一个马拉什么的句型哈。要记得哦，你的主语句子完之后，再加上中文的翻译哈。好，我们来试看看马拉什么好，就是好，等一下，好，马拉维上嘎密，我们结尾朋友好，用马拉的前缀好来造一个名词字根的句型。好，我们来试看看哦。好，处长这边有写哈，the bird 等于 the bird 追捕，好，这边有解释，好，谢谢处长帮我们解释。老师请教一下，所以我们马拉的部分是直接只能用名词字根嘛？其他像动词那些都不能使用？可以，我们就不要局限在名词字根，因为我就没有改了哈。我前面有讲，那我们后面的话，我们就不要局限在那个名词或是那个，我们就不要把它框住，那我们就很难发挥，都可以，嘿。好，谢谢老师。
请问，如果是用动词的话，中文要翻译成互相啊？啊，你再讲一次，因为你的声音重叠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用动词的字根，是不是中文的翻译要变成互相？对，对，改造。那我们的单词量如果不足的话，上面都有连结哈。我们刚刚线上的朋友都有提供连结啊，上面有词典可以看哈，也有蒙点可以看。哦，我们可以点进去。那竹意乐园里面的那个千词表，好，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单词可以查询。好，看到书显的，好，书显来，我们来念一下你的句型。麻辣鲜师及麻药，麻药变成为老师。mana 成为老师变麻药成为老师哦，好好好，对，麻辣鲜师及麻药，麻药成为老师，係Harry 的，以來後就是喊马拉里昂，等一下，马拉里昂、张拉、达杜萨，他们两个吵架了。好，你的那个马拉跟那个里昂啊，那个不要分开。啊，那个最词跟那个后面的不可以分开，它要一起讲。我把它分开，那个画面分开是让你们分，就是说它前面是最次，然后蓝色的部分的话，它是词根这样子，然后让你们比较知道。对，好，那我这样拼是对的吗？还马达马多，句型也没有哈，没有要修改。马拉里昂张拉萨杜萨，嘿，他们两个吵架，对，还好，阿来，来，谢谢。嗨，好 ，Alex，嗨，马老师用古米萨甘尼外说谎的人变成猪。马拉西用古米萨甘尼外，你很厉害呢，还对，说谎的变成猪，还，反正就是 Alex，你学几年了哈？好奇呢我以前在太原，在那个阿拉保外以前学，因为我在那边当替代役，大概学了1年吧，就是到处问人家，到处拜托人家教我，厚脸皮啊，后来就没机会讲啊，我白浪古里又诺马古，就是全部都是白浪这样子。哦，你就是你周围的人都是白浪这样子。不过你只有花1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句子要听说读写，这样很厉害耶。可能我脸皮比较厚吧。你有去考认证吗？我中级考过中级而已。好厉害哦！哇，好厉害！然后再学啊，然后再学啊。好，继续。然後古中高級。比三五班扎诺马古。好，安努巴基那喊就可以了。好。你听得懂吗？安努巴基那就是加点盐巴。是晒太哦，好。因为你说阿不萨这样子。好。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谢大还家。可以再努力考那个中高级，很厉再试害，好，试看，谢谢。嗨，那技术好，你要都你马上好，马上技术都马拉拉莫张拉他们结为夫妻。嗨，对，好，马拉拉莫长拉，马拉拉，对，好，对，谢谢，好，一命的，好，一命的喇叭，好，还是我帮你念，好，马拉我爱甘蜜，我们互相和好。对，好，谢谢。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哈，我们只要用麻拉什么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先用最简单的那个句型来去构词。好，谢谢。好，Naomi 的，Tanaman Misa Oshi。好，Naomi 有在线上吗？他麦克风坏掉啊，我老是忘记。好，我来帮他念。好。马拉阿布吉嘎嘎阿杜维上阿古，我的姐姐和朋友称为妯娌。对，好，马拉阿布，好，谢谢脑蜜。好，郭子琪的马拉伊那嘎古。伊那我要可以放在马拉后面吗？马拉伊那杜嘎古。对，我刚刚本来想加马拉伊那杜嘎古，那我对，就是我要当妈妈了。对，好，谢谢。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加油，我们可以多加练习。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 Alex 的，很厉害，有白浪嘎古上来，很厉害呢。好，很积极的在学习我们的阿美族语。好。好，嘎造的。马拉里在长拉以卢嘛，他们在家里互相问。马拉里在长拉以卢嘛，嗨。你是问候还是问一个字？嘎造的。问自己的，可能互相问问题啦，应该是这个意思。可以这样翻译吗？互相问问题。可以啊。我只是好奇说一个字而已，不啦。中文你说后面感觉很像还要再很像还有那个没讲完。好，蒙爱多，可以。马拉里在长拉一路嘛，对，好，子琪的，我要当妈妈。马拉伊那杜嘎古，对，好。还要死辣的。爱好星系。嗨，爱好。我是马拉扎菲吉达在比迪里山，我们一起去学习。嗨，对，好，我把那个 PPT 再放回去到第二个部分，构词9跟那个构词10一样，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部分，好，我们就不用局限在动词或是名词的部分，那如果有适合马拉什么的，都可以，构成互相或是彼此的句型。好，新雅的。嗨，新雅。马拉那难嘎密，我们互相学习。马拉那难嘎密，我们互相学习。马拉那难。好，谢谢新雅。马拉尼那南嘎密。
马拉那那嘎密，好，我们互相学习，谢谢新雅。好，然后再来下一个，这个是母瑞是吗？来，鸡鸭说公刚刚那么古，鸭对哦，我看成了鸭瑞，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戴眼镜了，我又看不好，谢谢你。是很多人不太会念这个字。我乱讲，我一直念成鸭瑞，好，对，是鸭麻烦说。一下，好，谢谢。马拉达安古亚当少。对，马拉达那个人很自大。好，谢谢你。对，好，马拉达安古亚当少。好，谢谢。还有其他同学吗？如果马拉，如果马拉是谓语动词之前的话，就可以构成动词哈，那表示两个人以上有相互的动作哈，互相或是彼此的一个表现哈。我们可以看到第10个的句型，好，马拉阿发长拉杜南弄，他们互相抢水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句型，好，想一下马拉的句型哈。好，我们线上的各位朋友不要客气哦。好，处长的，来，处长念一下。处长的。马老师的还没有完成就跳下去。你呢？马拉阿妈都嘎古，我当阿妈了。对，打错了，还没有改吗？就打上去了。好，你就用口说的就好了，我们这样就知道了。马拉阿妈嘎古，对，恭喜。好，谢谢处长夫人。好，来，好，斯拉的。更正。马拉索拉杜古拉古。可以写更正吗？可以，那个。好，处长的这边可以更正哈。那个斯拉的，因为你们刚刚2个人的声音重叠了，因为有2个喇叭打开了，可以麻烦一下斯拉吗？係未了個掛號先先。係。馬拉索拉杜古拉古。马拉索拉杜古拉哈古，那个箱子结冰了，海。为什么箱子要结冰？然后你patriarity ay nutuk saka马拉索拉。在玉山吗？对，我把箱子放在玉山，所以结冰了。好，阿赖斯拉，好，谢谢你呢，你每次都在提供我们来不及查询的时候，谢谢你，有你真好呢，好，谢谢。好，结语的，好，但他们当面稍息，好，结语的，结有在线上吗？好，有。好，首先我们第一你说，但他们没稍息，好。马拉祖拉亚杜嘎古，恒春阿美。所以祖拉亚是指毕业的意思吗？嗨，好，又有恒春阿美的，我来写一下哈，很特别，因为很少机会可以听到别的。好，马拉祖拉亚。好，阿赖结语，几年级要毕业都给说。
例句啊，练习。哦，好，我还以为你是学生，想说你是今年要毕业吗？好，谢谢，谢谢。好，楚美的，楚美，嗨，你好，茜茜。嗨，我爱好技术。好，当然咪稍息，我们第二三你说好。Mala kabut及嘎造阿杜及斯拉，嘎造和斯拉将成为同学。哦，好，谢谢纯美。好，对，马达马都好好。翠云的很厉害的小朋友，才国小而已，听说读写都 OK 了。马拉阿公读嘎古，我阿公了。好好好好，要记得哦。好，你的第一个句子，你的那个第一个字母啊 ，M 要写成大写哦。吼，好，谢谢翠云，很厉害的小朋友。好，初长的哦，订正的哈。马拉苏萨多古拉哈古，好，初长的。好，处长要再念一遍吗？我当阿嬷了，你的那个中文改掉了，已经订正的。马拉阿妈读嘎古，我当阿嬷了。对，好，谢谢，谢谢。阿妈读嘎古，阿来，谢谢。阿来，阿来，好，是辣的。好，马拉苏萨多古拉哈古，好，这个是订正的吗？是辣，直接跟那个处长的并在一起了，是吗？哦，没有，那是处长复制到我的。好好好，谢谢谢谢。好，联美的技术都，大家妹妹稍息好。好，联美。哦，麦克风没开。哦，好。老师上面的那个布，我下面有订正，是度才对。马拉鲁动度。固度哦，你念你写成固，爱我，所以我发现就赶快订正是度才对，不是固。怎么办呢？都给说呢，哦，谢谢，很厉害，可以多常写，多写哈，错没有关系，多写就会知道了哈。好，谢谢老师。你不用担心，我们这边会有很多的那个会很多的，对对对对对。好，嗨，阿来，好，慧萍的。好，慧萍的达那问过农民说安。马拉干古夫吉嘎嘎古。嘿，中文。我的姐姐应该是说我的姐姐是护士吗？应该是这样吧。中文应该是我的姐姐是护士。夫吉嘎嘎古，我的姐姐马拉当护士。对啊，对对对，马达麦多。对，好，谢谢慧萍，谢谢。马拉刚姑父，吉嘎嘎阿姑，我的姐姐要当护士了。好 ，Alex 很厉害的 Alex。马拉利亚都及属意阿及老外，属意和老外分手了。对，马拉利亚都及同意妈妈那嘛分手，马扎助力爱喊。好。子琪的，这是什么意思？暗爽了他，结语。这是要翻，这暗爽了他，这个是要翻成主语吗？不是，因为老师你刚刚说他很像学生，他是我同学。对，他会很像。那个毕业是吗？对对对。好好好。联美的订正哦，好好好。小心一手。好，我们可以多念哦。好，我们平常生活可能左右邻居都是讲中文哈，我们可以就有这个机会哈，我们可以多念一下哈，可以提升我们的口说能力。好，联美以来后给说喊。好，还是我帮你念。嗨，打那么你说，打那么你说。嗨，马拉鲁杜杜马杜嘎爱。哎。我刚没有注意到你上面你的中文的意思，你是要写成我中文没有写到。那你的中文是什么意思？因为
是懒惰的人会变猴子，是这样吗？懒惰的人会变。好，因为有时候你们要把中文打上去，我才知道说你们的那个主语的意思是什么。马拉鲁都这个是变成山的意思呢，都乌马都嘎爱，马拉鲁洞才对啦。对，是你的那个懒惰的人要变成猴子嘛，哈。对，你是要讲懒哦，好，那你要写说马拉鲁洞古马都嘎爱，哈，不要用都，一样是孤。用孤哦，我上面写孤，然后我以为是错，所以我就把它没有，对，我现在对，因为我不知道说你是鲁豆哈，我一直以为是山，原来是猴子，上面的这个才对嘛，对不对？对，马拉鲁洞古马都嘎爱，对哈，好，谢谢老师。这个是传说故事嘛？那个懒惰的会变成猴子，对，那绘本里面。好，谢谢。好，谢翠云的订正。马拉阿公杜嘎古，我要当阿公了。翠云不好意思哈，好，那个不好意思，那个马拉阿公，好，那个马拉把它并在一起，我刚没有注意看你上面的那个句子。好，马拉阿公杜嘎古，把它并在一起。不要把它分开。好，可以。好，谢谢。好，我连成老师的马拉那nam不是互相学习哦。好，这边吴老师有提供马拉那nam不是互相学习。老师，那互相学习怎么讲？Masa sinanam。马萨西南南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或者是马萨西南南是互相认识。好，这边好，马萨西南南。好，这边吴老师提供的马萨西南南，好，互相学习。好，翠云的订正。马拉阿公杜嘎古。好，我要当阿公的，很棒哦，这个小朋友。好，来改造的马萨西那南，对，互相学习是辣的。马萨西那南彼此熟悉。好，这边都有提供。好，单词。好，谢谢吴老师。好，谢谢改造，还谢谢是辣。好，还有吗？好，还有同学要写吗？还有线上的各位朋友，好，不要客气哦。好，写错都没有关系，好，写错才会进步。好，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老师会帮我们指点，不用担心。好，马少的。马拉布埃张拉达杜萨，他们两个在相骂。对，吵架。对，好，谢谢马拉布埃张拉达杜萨，他们两个在吵架。对，好，谢谢马少。好，还有吗？好，那我们就进行到，我看一下。还有好，那对的，好，我这一次有看清楚了。的，好，来，我们请对。马拉菲要吉嘎造阿杜纳莫，嘎造和纳莫互相成为邻居。对，好，然后马拉菲要吉嘎造阿杜吉纳莫，因为它是人名，所以我们前面还是要加吉，我们不能省略哈。好，可以吗？
好，谢谢老师。你。好，哎，谢老师，我谢。想请问，阿杜基那莫可不可以直接写阿基那莫？可以啊，可以。好，谢谢老师。可以。好，那我们就到第11个部分咯。好，那第11个构词，好，玛莎，好，前缀加名词字根，好，就可以构成变成、形成跟达成。好，那玛莎于名词的词根之前可以构成动词，表示达到或是变成词根所表示的事物状态，或是变成什么样的样貌的意思。我们来看到句型范例哦。好，句型范例是玛莎法因那样都及嘎造，好，嘎造具有男子气概。好，这一句很好玩哦。过去可能嘎造比较弱弱的，那经过一番的经历、一番的波折之后，他就成了一位相当的男子汉了吼。好，我们来试看看用这一句玛莎好怎样怎样好，然后构成一个形成或是达到变成的一个句型。好，我们来试看看。玛莎法因那样都及嘎造。嘎造具有男子气概，好，用这种类似的句型，好。玛莎阿萨嘎古阿基古鲁，我跟古鲁对立敌对了，好，都可以哈。好，嘎造的，来嘎造试看看。我们大家可以听听嘎造的哈，我们可以用嘎造的句型来做范例。好，嘎造。老师，我是改你的。改我的没关系。法一样都及班奈，班奈像个熟女了，是可以这样翻吗？我不知道。可以吗？沙巴巴海燕，嘿，可以。对，谢谢嘎造。好，大家可以慢慢想哈。我举个例子，好，我再念一下第二个例句。玛莎阿萨嘎古阿吉古鲁，我跟古鲁对立，好，或是我跟古鲁敌对了，好，像这种的类似，好。好，死辣的，排名下面，死辣的。
来斯拉试看看，扫先。Ay kakuto. Ay kisuto. Ay masakaulahan kuya Wawa。那个小孩很可爱。嗨，谢谢你，斯拉。好，那个小孩很可爱。对，好。ngã xuất的，好，下一个ngã xuất的。Masa tanfao kuwawa numaku， 我的小孩很乖巧。好，谢谢你。好，这边的话，masa tan， 好，你这边少一个一 m。你刚刚是念当少嘛，人嘛？哦，对对对，少了个 m。对。古娃娃努马古，我的小孩，谢谢。好，哭子记的，好。自己单呢 ？Masa gulung gululai kaku 还是阿姑呢？哦，你累得像条牛了，像头牛了。好。对。然後十個窿行到個窿拉手。會啦。啊，係，馬啲拉到係。老师，我问一下哈，刚刚那个玛莎单票哈，按那个单票加玛莎变成乖巧的意思哦，是这样翻译吗？对啊，我不知道怎么翻呢，是乖巧的意思。很乖，有时候我们那个大人会这样子讲，玛莎当小古老娃娃静静的坐在旁边的时候，哦，就像个人的，是那个哦，我懂。好。玛莎咕噜咕，好，那个子期的，因为有咕了，就不能用嘎咕，哦，这两个都是那个主词，所以你要讲说玛莎咕噜咕如来阿咕，不能用嘎咕，哦。好的，谢谢老师。好，联美的。老师这样对吗？好，小心你说的那么深。Masa ina do jibanai， 那要变妈妈了。Masa ina， 这样可以吗？通吗？感觉很像你的句子，主语句子很像要表达像妈妈的意思，哎。像妈妈不是变哦。对，来。这边不能有。Masa ina do jibanai，Masa ina 像妈妈。Masa ina。Masa 跟麻辣，Masa 跟麻辣差哪里？麻辣ina是当妈妈，对，还。Masa 用撒的话是变成形成，达到好，因为妈妈。对，还好。成妈妈应该是形成妈妈。形成妈妈，像妈妈。要像妈妈，还哦，变相就对，还不能变成就变，变成妈妈，像妈妈。马拉伊娜就是当或是，就马拉伊娜是用当，哦。玛莎呢？玛莎不行吗？玛莎的话，这边是那个像，我们比较是很像妈妈啦。玛莎伊娜斗鸡，嘿。那是班奈像妈妈。就这样。还。好，谢谢老师，我知道了，谢谢。好，脑密的一样吗？我帮你念吗？那个喇叭的部分。好。哦，好，跟那个联美的一样后，玛莎星系。像老师跟麻辣星系当老师，哦，好，玛莎星系很像老师，麻辣星系当老师，哦，好，脑米，好，再来是阿耀斯拉的，Hai Kisuto。Masa ening tu ji sunai 变得很漂亮。
好，伊说个那苏阿里说的恩宁啥来？巴西瓦利埃，巴西瓦利埃，伊说海巴西瓦利埃，海岸的吗？还是对，马兰的？海岸的哈。好，谢谢你。好，马萨恩宁都吉苏奈，好，苏奈变得很漂亮。好，谢谢你。好 ，Alex。阿瓦埃读古维桑努宁娜，马萨扎在读吉娜，他都没了朋友，所以他孤单一人。你的句子每次都造得很厉害呢，然后特别的长。都找简单的字而已。谢谢。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谢谢对，因为你每次造的都可以，对，好。阿瓦埃读古已经没有了，维桑努宁娜，好，对。马萨兹在斗金啦，他没有朋友，所以他孤单一人。对，谢谢。好，对的。马萨当烧古娃娃努马古，我的小孩子很乖，叫海鱼。好，好，首先你说哈，难哦，对，嗨，首先你说。马萨当烧古娃娃努马古。我的小孩很乖巧。嗨，阿赖，阿赖西西，嗨，阿赖，几星呀都。马拉马萨法里奥斯古维纳，妈妈常常像台风。为什么？所以你每次都被妈妈的台风尾扫到？对。好，我的小孩子以前都跟他同学说，我们家有养老虎，然后他同学说，哈，你们家为什么会有老虎？我妈妈是母老虎，这样，很像这个台风。突然间想到以前我小朋友说，我们家有养一只老虎。好，谢谢。好，子琪的，订正的。好，子琪来。导先tanaman kami sausi. Masa kulung guru来阿姑，嗨，像条牛了。你还有帮我注解，不能用嘎咕，因为如来了，这样。因为我会忘记。把那个说，嗨，马烧好，你马烧多。Masafana guru sa aku， 我的泪水形成的池塘。什么？那时候都给我当一句说，马萨翻到这个句子很美呢。哦，马萨翻到古罗萨阿古，有时候看你们的句子真的很漂亮，可以学到很多。谢谢马少。好，处长的，谢谢。嗨，你们很会造句呢。好，处长的，比如说都。处长有在哇，去哪里了？有吗？有找到吗？有马萨鲁马都古鲁马你把奈的房子盖好了。对，马萨鲁马好，有时候就是马萨，有时候是用在建造，对，马萨制造。萨鲁马都古鲁马你把奈。好。来，把奈的房子盖好了。对，好，谢谢阿赖，谢谢。嗨，谢谢。好，郭子琪歌词呢？你这个咪说那你说歌词上那首，来，那个变成池塘了。我觉得有时候你们真的很会造句，很厉害。好，imik的，就 imik 都。Masa lutong ko fa inay ako， 我的老公像猴子。为什么要像蠕动？很皮是吗？一点点。咪咪癌，好，嗨。马骚的句子很像歌词，
敢不敢过句子？那么那么把那一个我们造句，可以学到很多。你们很会去表达，用句子去表达你们要诉说的那个句子。好，马少的句子很像歌词。好，还有吗？玛莎，好，我们的时间不多咯，还剩下10几分钟。还有要做练习的，就赶快把你们的那个造句打在讯息栏位上，不用担心打错，我们上面很多老师可以帮我们指教。好，老师，请问我们做修改。老师，请问那个王处长的马萨鲁玛，他这样是变成动词吗？没有听到。哦，好，对吗？他这个是变动词，马萨鲁玛是变动词了，不是名词啊？不对，对吗？马萨鲁玛，那个是像加了，好，我看到了。淑珍老师，这一句是不是这一句是不是米萨鲁玛改成被动了？米萨是哦。对，米萨鲁玛才对。好，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米萨鲁玛杜古鲁玛。这样也，等一下。这里是被动，被那个鲁玛是名词嘛？马萨鲁玛就是变成房子，也就是说房子盖好了，盖成像房子一样。马萨鲁玛也就是变成房子的意思。这里的是马萨鲁玛变成房子，但是含有动词的意涵在里面。因为我是看到那个妈，我不看，我看那个萨罗玛，就会感觉到是不是变成动词？我是这样的想法，是我自己的想法。好，盖房子我们可以说米萨鲁玛卡古杜鲁玛，我盖房子。这个是已经被盖好了。妈是房子被盖好了。对。这等于是已经完成了。谢谢那个长辈的指点，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处长解说。好，挠密的一样吗？麦克风的部分。好，那我就帮你念哦。Masa lengos ko fokus nila， 他的头发有如杂草丛生，我那杂个一身骚，要剪。Masa lengos ko fokus nila， 他的头发像杂草一样，好，要剪。好，谢谢。好，同学加油哦！我们线上的朋友加油哦！Sana menita, halat dengan menita, 好。好。我们也可以用 Masa aam tu ni ina ko hemai， 饭妈妈煮成稀饭了。好，我们试看看呢，我们还剩下没有多久的时间。举例给大家，Masa aam tu ni ina ko hemai， 饭妈妈煮成稀饭了。好 ，Sla 的阿威姑中文好 ，Sla， 那你等一下中文就直接念出来好了。好，Sla 请说。Matuas tu jingla go， Masaka baho jingla， 他已经老了，但看起来还是很年轻。
很会保养。谢谢死啦。这是你吗？还很年轻。Matos to kakui. Cảm ơn ngày hụt tình nhân của ngày hai isu. Saya ho谢ka谢。pa. Matos to Ugapa ku. hu. Hai. Za. Alai xin xi. Hai. 嗨，下一个嗨，阿赖，好。好，子琪的。好，子琪的，打到门大号。有吗？我刚刚忘记开麦克风。玛莎弗拉弗拉样古娃娃努马古，我的小孩要变少女了。玛莎弗拉弗拉样，玛莎弗拉弗拉样，这是我可以请教一下吗？这是很像非男主的话。玛莎弗拉弗拉样是变成少女的意思吗？是少女的意思吗？子琪。马兰他下面有写了，我看到的，他说马兰，所以马兰的弗拉弗拉样是少女的意思，是吗？对，弗拉弗拉样是少女的是，有的是讲嘎印，我们那边是讲弗拉弗拉样。所以弗拉弗拉是跟那个改印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所以你们两个都有讲到。都有啦，就是看雅群这样。好。弗拉弗拉样，好，谢谢。好，我们学到很多的单词呢，跟句型。好，谢谢大家。好，还有吗？玛莎，好，我们今天就到玛莎这一个部分哈。那还有造好的，我们就把它打上去，不用担心打错，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把我们的造好的句子都打上去。我们可以多写。我再举个例哈。Masa afit no kakak kaku， 我被哥哥骗了。Masa afit no kakak kaku， 我被哥哥骗了。好。好，我刚有举4个例句哈，我再重复，分享给大家。Masa asa kaku aji gulung， 我跟古龙敌对了，或是我跟古龙对立了。Masa asa kaku aji gulung， 我跟古龙对立了。好。再来，我再举第2个例句 ，Masa fana no paazai kaku tu baisu， 我被卖家骗了钱。Masa fana no paazai kaku tu baisu， 我被卖家骗了钱。像这种的例句分享给大家。玛莎的前缀。好，再来改造的，改造。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乱拼的。玛莎娃娃古拉玛多阿，可以这样讲吗？那个老人童心未泯。童心未泯，然后古发出玛莎娃娃，感觉返老还童古拉还要一说句子一说。有这种意思吗？我乱拼的。古拉玛多阿塞。有啊，你的句子是对的，可是中文的表达。可以啊，是说那个老人很幼稚，是这样翻吗？也是可以，差不多了，幼稚了。对对对，幼稚玛莎娃娃有点退化，表现的有退化。玛莎娃娃古拉玛多阿塞，有点返老还童的，对，
马萨法纳，对，马萨法纳的就比我们上一次造的那个构词有点难了哈。好，哦，是辣的，谢谢老师。马萨法纳很实用，马萨娃娃是幼稚。好，哦，书写的。玛莎一直嘎古，我全力以赴。好，是可以这样子听的，是吗？玛莎一直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讲吗？你觉得呢，吴老师？不会这样子，玛莎一直不会这样说。米莎一直嘎古，米莎一直可以了。哦，就用我们一般的加油就可以了，是吗？哦，米莎哦。好，那就用我们平常讲的米萨一字了，好就可以了。好，线上的朋友有没有要提问的呢？好，我们线上有老师可以帮我们那个就是解说，或是你有想要知道的。请问玛莎凡纳是什么意思？玛莎凡纳。被骗，凡纳不是知道的意思吗？凡纳是懂啊，会啊，凡纳，玛莎加上玛莎凡纳是被人家用那种话语把你骗了，那人家很聪明的话把你骗了。啊，明白了，谢谢老师。吴老师，我顺便问三个句子，我常常搞混哦。那个巴嘎凡纳、巴西凡纳、巴沙凡纳，这怎么分啊？吴老师，改造你的先停一下好了。因为有同学打字翻了，改造的等一下好了还是改造你的留下一次，没关系，慢慢来，把那个3个留下来好，那个马少的来。Masa tabrik farujo aku， 我的心变成海浪一样。你们是怎样越来越会造句呢？Masa tabrik， 我的心像海浪一样波涛汹涌就对了，很厉害。有没有小鹿乱撞？来帮我照一下。好，汪老师，那个汪处长的。哪里看不到？好，倒数第2加改印度班奈，大声一点。玛莎改印度吉班奈，班奈长成妙龄少女了。哦，好，谢谢。马达马多，吉班奈。对，好，谢谢。好，斯拉的，对，很厉害。好，马萨凡纳这边，好，斯拉提供马萨凡纳字面上是你仿佛很像知道，但其实你不知道，所以被骗了。好，谢谢。他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改造没有巴萨凡纳呢？巴萨凡纳没有这个字，前面2个有巴嘎凡纳、巴西凡纳，都习惯用比较多。巴嘎凡纳嘎哥、巴西凡纳嘎哥，我们2个都会用。它怎么分我还不太清楚，我都习惯是巴西凡纳、巴嘎凡纳跟巴西凡纳听起来很像啊。巴嘎凡纳是我告诉你。我告知你，巴嘎凡纳，巴西凡纳是我教导你，对，教导就巴西凡纳，巴嘎凡纳是我通知你，我告诉你，对。可是后面这个巴沙凡纳没有嘛？有吗？没有这个巴沙凡纳没有这个字。好，改造听懂了。哎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蔡中涵的词典里面有巴沙凡纳这一词。也可能是他那个海岸的，他那个很像
巴萨法纳是不是巴萨法纳法纳这样子很像自以为是的意思？那是自以为是，可是他这里有个例句是巴萨法纳努达乌张拉，他们会受别人的骗，受骗上当。巴萨法纳还那个受骗应该是马萨巴纳，受骗被骗马萨巴纳才对。玛莎还有玛莎班纳，才是受骗。对对。玛莎班纳受骗。嘿嘿，好，谢谢。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到咯，已经超过2分钟了，大家讨论得很热络。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哦。阿赖，好，阿赖，辛苦了，老师。嗨，阿赖，阿赖，休息。阿赖，阿赖，阿赖，阿赖西，嗨，阿赖。